面墙上作画，走油画风格的韦志豪和水彩画风的林心杰得一起合作。刚开始一定会有啊，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啊。但所以说初期的时候，我们在前几个月，我们有去找了一间工作室，就是两个人就是不断的练习。大学同窗时期从未一起完成作品，默契从情感中累积。牵手创业来自婚后现实的考验，就是会有金钱压力，那怎么样都要撑下去啊。平面设计的工作先后面临裁员和减薪，连结婚的金子都拿去典当。为了装潢省钱，在住家书房墙壁上彩绘，却意外让2个人看到机会。设计的图稿和风格在网络上受到注意。刚开始初期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寄发一些 DM 啊，或者是打电话给客户，对，然后但是都是闭门羹啊，因为其实说实在话，人家也不知道墙壁彩绘是什么。可以依照空间大小调整，画出委托者想要的图，但并不是所有会画画的人都敢在墙壁上涂鸦，因为纸上图画比例放大后会变形。还得考虑到门窗、家具、开关等等障碍，巧妙把图像融入其中。像壁贴的话，有些人是可能自己买回去，他自己贴出去，就是说在那个墙面上呈现感觉真的不是那么好。像我们的壁画的东西，它其实可以保持很久。夫妻俩也互相加油，保持信心。发500封信，只有1封成交的窘境已经过去。2年来接了近100件案子，结合兴趣的工作，慢慢看到成果。一路走来，觉得真的很像喜山温暖。我唔艰苦，我唔艰苦，又不怕辛苦，张年的完成梦想，才能完成梦想。用彩绘丰富了别人生活中的色彩，这对夫妻创业之路的风景也渐渐由黑白变漂亮。我唔艰苦，张年的完成梦想。我唔艰苦，张年的完成梦想。